大家好，大家好，就做咗8年嘅 Film Lab，今年係第一次開場嘅時候用廣東話嘅。咁我哋今次就用廣東話啦。就關錦鵬導演大家都認識啦。今日就但係唔係嚟講阿關嘅導演，而係講阿關點樣做導演同埋做監製嘅。咁就因為係我哋有 H1 有幾個項目，都係由阿關做個監製嘅，所以我就想從嗰度開始講啦。開始就頭先阿 Matthew 都講過，基本上大概有蔡潔導演嘅《人海同遊》，有祝子欣導演嘅《但願人長久》，仲有啱啱仲喺度籌備緊嘅就係鄭陸森元導演嘅《Stranger at My Door》。OK， 咁不如由《人海同遊》開始講起，因為《人海同遊》亦都係從 Film Lab 開始，一直到 HAF。咁你都一直有幫佢哋做監製，嗰個緣起係點樣？個過程點？人海同遊咧，我覺得同蔡潔導演咧真係講緣分啦。嗰年咧，佢係有參加吳天明導演嗰個基金，即係都係一個創投一部分啦。咁嗰年咧，我就受邀去做評審嘅，即係同其他幾位包括台灣影評人啊焦紅平啦咁。咁喺評審嘅過程裏邊咧，蔡潔導演攞住《人海同遊》呢個劇本做 presentation 做 pitching 啦。我哋幾位評審都一致覺得喺嗰個創投成個 presentation 裏邊，佢個古仔劇本係最吸引我哋嘅。所以結果咧，吳天明呢個基金會嗰個 have 即係等於創投就俾咗個大獎佢。雖然係大獎，但係始終嗰個funding係有限嘅，好似得10萬8萬咁上下啦嚇。咁後尾佢就自己好辛苦再去融資，雖然套戲其實唔係好大預算嘅戲，咁就佢自己去融資啦。咁就聯絡我，佢話可唔可以幫佢做監製咁？咁因為即係我做評審嗰陣時已經知道佢嘅劇本啦，睇過佢嘅劇本啦，所以我自己本人都好中意佢劇本嘅，咁所以就應承咗佢。咁佢拍得好辛苦嘅，甚至自己都攞咗少少錢出嚟投資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你話關鵬你用得着可以幫到手，無論喺個戲嘅過程裏邊，甚至現實啲話有呢位監製可以幫你容易啲去用到啲資金咧，咁呢個我樂意做嘅嚇。咁蔡潔係一個啦，另外但願人長久，譬如祝子嫣咁，佢已經完成咗劇本噶啦，準備去 submit 入去創意香港嘅首部劇情片。咁嗰個創意香港嘅規矩就係話你要有一個比較有經驗嘅導演願意幫你做監製。咁祝子嫣嗰陣時我未認識佢嘅，我見到個電話冇顯示係邊位嘅，但係我照聽。咁所以我同佢第一時間講，我冇問題，我可唔可以睇咗你劇本先？咁結果佢好快俾咗個劇本我睇，我亦都好快睇完，因為個劇本相當好。咁我就應承咗佢，咁嗰個就已經有獎金噶啦。後尾佢得到獎嘅時候係大專組，佢得到500萬，雖然都拍得即係500萬聽落，哇500萬好似唔少咯喎，對一個第一部戲嚟講，同埋佢嗰個規模亦都唔係特別需要大嘅資金嘅戲，咁所以艱苦經營啦嚇，拍咗16日咋，仲有1日係要去到日本咁樣，用最 mini 嘅 crew 咁去拍咗。結果嘅成績我作為監製我好滿意嘅，因為響跟場嘅時候，我覺得做監製有好多時候唔係話俾導演聽你應該點拍，我覺得作為一個監製響現場能夠跟到場，係提醒導演一啲嘢嘅啫。舉例，譬如佢太集中係照顧主要演員嘅戲，咁但係一個畫面擺咗出嚟嘅，其實好多時候個畫面要有啲細節
可以令到個畫面個感覺更加豐富。咁我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自己拍咗咁多年戲嘅導演去做去跟現場做監製嘅話咧，我覺得更加係一啲細節上邊嘅提醒咯。你講開就係你係咪成日都跟場嘅做監製？嗱除咗蔡潔導演佢部分喺香港，咁佢喺香港嗰部分我就跟足場嘅。祝子燕嘅戲佢成個喺香港拍嘅部分我都跟場嘅。呢個係因為我覺得跟場好緊要。點解跟場咁緊要？因為我剛才講咗啦，即係譬如話舉例祝子燕、但願人長久係佢一啲佢拍短片時候合作嘅班底嚟嘅，所以其實佢哋嘅默契有晒喺度㗎啦。但係可能短片嗰個拍攝嘅方法同你長片照顧到嗰啲場景啊、空間個感覺咧，可能即係有少少容易疏忽咗。咁咪我就係覺得，即係譬如話舉個例咁，佢有場戲前景就係男主角吳慷仁同另外一個演員啊朱柏康咁樣先算啦。但係譬如後邊佢係吳慷仁嘅角色係住喺啲劏房度嘅，咁板間房咁啦。咁個廳咧就個電視開着咗嘅。咁我話咁你有臨時演員咁啊，起碼即係同屋主開着嗰個電視，係咪俾翻個人坐響個電視前邊都叫做咩啊？因為前邊佢拍嘅戲咧，響間劏房裏邊，吳慷仁同佢啲仔女食飯嘅時候咧，係明顯有電視嘅聲音滲咗入嚟嘅嚇。咁所以我話咁，如果係開着得個電視，係咪應該擺翻個人喺度咧？哪怕佢唔係個焦點唔喺嗰度，但係你背景上邊咁係咪豐富翻啲咧？你強調到嗰個係一個好密集嘅劏房嘅空間咁咯。咁我覺得呢啲提醒係有需要嘅。我想講多少少，問多少少，但人海同遊嘅，因為我哋電影節都有少少 involve 嘅。因為我特別有興趣就係講最後嗰個結尾，因為好似係拍有幾個結尾做咗出嚟嘅，然後先至最後就決定咗而家嗰個決定係點樣達成嘅？你嘅參與係點樣到作為一個監製？我自己拍戲好，或者我過去無論同邱剛健啊、魏兆恩啊合作，我自己唔寫劇本嘅，但係我同編劇嗰個合作好緊密嘅，由人物個性啊、人物小傳啊，點樣到分場啊，嗰啲我都參與到好高嘅，即係好貼身咁同編劇合作。咁但係即係過去無論同邱剛健嘅合作或者魏兆恩嘅合作，我甚至如果再講前啲譬如我跟許鞍華導演啊、譚家明導演啊、嚴浩導演等等，喺佢哋身上我見識到嘅嘢、睇到學到嘅嘢咧，其實每一個創作一個作品咧，其實係應該有一啲留白嘅空間啊！即係唔好似電視劇咁，電視劇你一家人食飯咁，你聽就得噶啦，因為啲對白講晒啲戲出嚟嘅嚇。咁但係電影有趣嘅地方就係佢有空間俾觀眾去感受，甚至有自己對你留白嗰個空間有啲詮釋喺裏邊。咁我覺得我喺人海同遊同蔡潔導演，佢係拍咗有唔同嘅 ending 咁先算啦。咁但係我用呢樣嘢提醒導演咯。嚇，其實佢套戲本身即係一路落嚟，唔好淨係講個 ending 啦。佢都響留白，有空間俾觀眾自己去思考、自己去感受嗰樣嘢，佢都做得好足嘅。問翻就你點樣選擇同新導演合作做監製？係咪所有人都可以好似阿 Sasha 咁打個電話俾你，然之後俾劇本你睇就可以？攞到我電話好容易嘅啫，係咪嚇？咁但係即係我 Sasha 好或者蔡潔好，我剛才講嗰兩個例子好，都係劇本行先咯。嚇，即係蔡潔咁，我即係
咁啱做評審，睇過佢劇本，聽佢做嘅 presentation。咁竹子煙我雖然唔識，咁但係我話可唔可以俾劇本我睇先啊？或者跟住譬如阿譚慧晶佢攞到創意香港嗰個劇本融資，我都係話你俾個劇本我睇下先啦。咁我覺得對我自己對嗰啲年青創作者嘅劇本嘅感受，對我嚟講好緊要嘅。即係譬如話，唔一定要同我思考嘅劇本啊，或者人物啊一樣嚇。可能每個人都諗嘅嘢唔一樣，但係即係一個好嘅劇本，佢有個基礎裏邊，對我嚟講，譬如話人物寫得出好唔好睇啦，或者角色同角色之間嘅互動好唔好睇啦，仲有嗰啲場景喺個分場度，甚至已經睇到譬如話點樣文字，我覺得電影劇本好緊要嘅一樣嘢係有畫面嗰樣嘢啊，即係唔係就係10行8行字咁文字，即係電影劇本，我覺得係需要有畫面嘅。咁如果一個好嘅劇本嘅時候，佢描寫一個空間場景，或者啲人物喺呢個空間裏邊，你真係感覺到有流動個感覺嚇。嗰樣嘢我響即係話考慮一個同一個新導演合作嘅時候，我覺得呢樣嘢對劇本嗰個選擇或者感受好緊要啦。我問一個問題，係唔係嗰啲係一個關於一個女人嘅故仔，容易打動你多一啲？又唔係喎，咁但願人長久係寫啊，你話都有女仔咁個媽媽嘅戲份唔係好多，但係父女關係咁係嘛？你可唔可以講翻就係你開始入行嘅時候，但係同而家嘅青年導演有咩唔同咧？因為之前香港有電影工業，可以喺嗰度受訓練，而家就冇，基本上冇咗電影工業啦，大家都係單打獨鬥。所以我自己對於我自己由參加演員訓練班，無線嘅演員訓練班，到後尾響無線嘅菲林組，跟到許鞍華導演啊、譚家明導演啊、嚴浩導演等等，我覺得我要感恩㗎，因為我真係撞着到香港影視啊，哪怕嗰陣時嘅無線無論電視劇，我所謂嘅菲林組就係嗰陣時佢哋已經用16菲林16mm 嚟拍電視劇。我結果喺電視睇，因為我細個已經好中意睇戲，咁我話點解呢啲電視劇拍到好似電影咁嘅，個質感唔好咩？所以我好慶幸我自己能夠響導演訓練班，周梁淑怡安排我入菲林組，我跟到呢幾位導演，咁所以我覺得對我嚟講，即係話嗰樣嘢，而家回顧翻，我感恩嗰樣嘢，係因為嗰陣時成個電影工業同今日好唔同。你諗下電影新浪潮嘅時候，要大公司有大公司，邵氏、嘉禾、德寶、新藝城，細公司都有啊。咁但係而家你話數仲有冇咩電影公司繼續肯投資拍戲咧？冇啊。咁所有年青導演而家我接觸到嘅，無論莎莎好，或者阿蔡潔好，或者譚慧晶等等，佢都係指望創意香港嗰個基金咯。即係你要有完整劇本。咁嗱，但係有完整劇本 submit 入去創意香港咧，去參賽，結果你得到獎就有獎金啦。咁呢樣嘢好嘅原因就係，首先你對年輕嘅創作者，你用個劇本去面對啲有可能嘅投資方啊，咁呢樣嘢好緊要嘅，即係唔係淨係得個故事大綱啊，或者把口講。咁你譬如話竹子煙、蔡潔咁，我都係佢哋後尾揾我做監製，我覺得都同個劇本好大關係啊。咁所以而家對而家嘅年輕創作者嚟講咧，係辛苦嘅，即係響融資揾資金上邊係好辛苦嘅。但係亦都有一樣嘢，我借呢個機會咧提醒一下年青導演嗱。我啱啱講香港電影新浪潮的而且確係香港嘅電影嘅黃金時代，但係
成個大環境嗰陣時唔止電影係黃金時代，好多香港各行各業真係即係地結人靈啊！嗰陣時真係嗰個各行各業，無論你話唱片啊，或者做其他生意啊，都係某個程度都係興盛嘅年代嚟嘅。咁而家個大環境唔同咗，咁所以我覺得佢哋自己要就住有限嘅資源，能夠好好去拍戲，講嘢好緊要。但係如果大家如果有對80、90年代香港電影新浪潮熟悉嘅話咧，香港電影工業咧其實都係走緊一個比較類型電影方向嘅。你睇下許鞍華嘅《瘋劫》，用一個龍虎山嘅情殺案去包裝，講緊一個好睇嘅情感故事、愛情故事。啊，徐克嘅第一類型危險，歐瑞強、林珍琪嗰套，某個程度都係一個類型電影，青少年嗰個即係響街遊蕩啊，然之後好多有甚至有啲 action 啊咁嘅戲。譚家明嘅《烈火青春》都係，起碼佢用兩個新演員，女嘅演員葉童同埋夏文汐，但係佢有張國榮同埋湯鎮業，嚇都係用一啲有明星有卡士嘅人去包裝套戲。但係今日好多時候我哋接觸到，但就算但願人長高得到啊吳慷仁知名演員啦，都係因為個劇本吸引到佢啦，佢願意減收片酬嚟演啦。咁但願人長久好，或者一念無明黃進嘅第一部戲好，好多時候我接觸到啲年青導演嘅劇本咧，都太個人化，即係個人嗰樣嘢。即係我成日都提醒，我成日都送8個字俾啲年青導演嘅，就係既近且遠，既遠且近。即係好多時候作為創作者，你係需要有你自己 personal 嘅感受，對於個劇本，對於啲人物，但係即係唔好太自我沉溺咗裏邊。哇！我呢個故仔，我自己呢個故仔一定最動人啊！吓，你覺得動人咗，但係咪真係動到人呢？客觀啲去，有啲時候適當嘅時候，適當用翻一個適當嘅距離去睇翻自己嘅作品，劇本好，拍出嚟嘅電影好，或者拍緊嘅過程裏邊都要相對地恰當地有距離去睇翻自己嘅作品，嗰樣嘢好緊要吓。講翻你係睇到劇本之後就先會同呢個新導演合作嘅，係有其他試過其他唔同嘅經驗，即係有個人只係有個大綱嘅啫，我有個古仔，阿關你會同我一齊諗？有嘅，譬如話上海國內上海嘅羅東導演啦，佢拍嘅第一套戲叫 New York， 係有阮經天啊咁做嘅。因為羅東導演佢開始第一部戲做劇照師，佢係劇照師嚟嘅，啊攝影師，係同我合作藍宇。之後佢就入咗行，一路喺度做電影嘅硬劇照師啦。咁已經變咗朋友。即係藍宇之後，我哋好多時候無論我介紹佢俾其他我認識嘅導演，或者作為朋友接觸，好多時候傾電影啊嗰樣嘢，我知道佢係有心諗住做導演嘅。所以佢第一部戲劇本都未有，佢淨係有個構思嚇喺上海拍嘅咁。係我甚至參與同佢一齊度劇本添，咁就唔係話我要睇咗你劇本先，我先至咩？咁亦都因為合作耐咗，認識咗，知道其實佢有心思要做導演嘅，咁咪幫手咯。亦都有咁嘅過程。講翻而家係即係而家同以前新導演好唔同啊，因為而家我諗即係大家都冇乜機會拍電影。即使係喺香港，你攞咗首部劇情片，你拍咗第一部之後，因為政府冇繼續嘅資助嚟推動呢個所謂電影文化，咁新導演有咩辦法咧？因為你睇翻香港嘅首部劇情片做咗8年啦，基本上好少導演係開到第二部戲。
咁佢哋講即係做導演好多時候都係一個技術嚟㗎嘛，你要拍得多先至會拍得好。咁你喺而家有一個咁嘅一個突出一個咁嘅空間，有咩可以做咧？我覺得我絕對同意嘅。你啱啱講，譬如黃進一念無明幾多年前拍嘅咧？咁點解隔咗我都見到佢，我都問佢：你點解咁耐都唔開工嘅咧？咁當然其實融資去揾資金亦都有困難啦。咁我話係，咁但係你有冇真係搞劇本啫？你有個劇本，如果個劇本寫得好嘅時候，分分鐘係加強咗你得到融資嘅可能性噶嘛。譬如祝子嫣咁，佢而家第二個劇本掟咗俾我睇啦。嚇！我而家幫埋佢，唔再攞創意香港嘅錢，因為唔再攞到首部劇情片啦。咁但係個劇本，我個人覺得睇完個劇本比《但願人長》嗰個劇本仲好睇。咁而家我咪幫手融資咯，應承咗佢繼續幫佢做監製，然之後幫手去融資咯。嚇！但係而家融資個大環境真係好差，即係你去接觸台灣嘅投資方，台灣嘅投資方又話：如果有中港澳嘅資金參與咧，我哋就唔參加啦。不過而家拍戲搞到咁嘅喎，要嚇，即係我覺得的而且確唔單止融資困難，好多時候係同政治夾硬被要扯上關係喎。咁所以就講翻轉頭，就係而家新導演嚟講，就係個劇本係最重要。我覺得始終有劇本行先。你甚至譬如話，我自己經驗，我都願意同啲新導演分享嘅。譬如話，你個劇本你自己對個劇本有信心嘅時候，你覺得邊位演員，舉例下，即係張曼玉唔易睇啫，但係張曼玉咁嘅歲數60歲啦，咁嗰個女主角個歲數真係咩？你試下接觸張曼玉先啦，係嘛？唔係張曼玉都鄭秀文啦，定係梁詠琪啊咁樣。而家有啲香港演員，佢哋係願意幫手啲新導演嘅，幫啲新導演。流水落花大家有睇過啦，鄭秀文得獎嗰套戲，就係攞到首部劇情片嘅公開組，個導演得到800萬嘅啫。鄭秀文係零片酬，零片就去參與套戲，因為佢太中意嘅劇本啦。吳君如，我談的這場戀愛，亦都係嗰位何妙琪導演，亦都係新導演，得到500萬獎金拍套戲。吳君如都係繼續零片酬去拍套戲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我鼓勵香港啲年輕啲嘅導演，嗱，我舉咗呢個例子啦，一念無明嗰陣時，曾志偉、余文樂、金燕玲嗰啲，全部都係減收片酬，甚至唔收，等第日導演有利潤翻咗嚟，先至收翻個紅包。咁我覺得困難係困難，大家知嘅，但係我願意鼓勵啲年青導演無論演員好，譬如張叔平大師啦、美術剪接佢近呢幾年好願意幫啲年青導演剪接，就你俾到幾多，俾個紅包就得噶啦。我唔係照行價嚟收你錢。香港電影工業真係有呢啲人存在噶，所以你話融資係困難，但係你如果就住個資金各樣嘢，你分分鐘揾到啲好出色嘅人願意參與你嘅電影，咁呢個都係一種力量嚟嘅咯，我覺得。但係翻去到頭先嗰個問題，就係始終係香港政府嘅支持係唔係好夠？因為好多呢啲咁嘅人願意幫你，好多時候淨係可以幫你第一個電影，所以係我頭先嘅首部劇情片嗰啲，出嚟得到好多人嘅幫忙都係收嘅。到你拍咗第一部戲之後，你就成為一個職業導演啦。咁就你就需要，甚至我諗香港政府都覺得你係一個導演啦，你就出嚟自己揾食啦。但係嗰個係。呢個所以變咗上係一個結構上嘅問題，而家就好難解決㗎嘛。嗱，我覺得係你拍咗首部劇情片，咁你再融資嘅時候，人哋就考慮你，喂，你唔係第一次拍喎，我要幫手，我要考慮好多嘢嘅喎。咁我覺得舉個例子，無論蔡潔導演好，或者
祝子燕導演好嚇，佢哋正正因為有作品擺喺度，兩部都係好嘅戲。但願人長久雖然票房得500幾萬，但係佢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嘅影展啊，咁呢啲都係隻聲音嚟嘅。所以面對投資人嚟講，咁你唔係不見經傳嘅導演，你已經因為有你嘅前一部作品嗰個質量係擺咗喺度，人哋有眼睇噶嘛。咁睇好啦，我未睇過《但願人長久》或者《人海同遊》。咁如果我係投資方，你俾個除咗俾你將要拍嗰個戲嘅劇本俾我睇下，我想睇翻你之前嘅作品，同你一齊睇。如果我話我作為投資人有啲問題想問下你嘅，咁你咪更加容易解答到我，更加容易溝通咯。咁呢個都係吸引投資方嘅一樣嘢嚟㗎，唔因為話佢已經係變咗導演，咁就俾人鎖定咗咁資金啊，我唔係話要幫一個新導演咁幫你啦咁。好，就而家我哋仲有啲時間嘅，就大家有咩問題想同關導演傾有咩？喂，聽唔聽到？係關導演你好，想問頭先你講關於而家其實新導演去揾監製或者揾投資，其實最重要係個劇本。咁好幸運咁，你之前接觸嘅兩位導演，其實佢哋都已經有一個非常好同埋非常完整嘅劇本。咁你亦都鼓勵新嘅導演去寫佢哋自己嘅劇本啦。如果我冇理解錯嘅話，咁我想問，其實呢個會唔會即係其實係擠壓到而家即係新編劇嘅一個生存空間咧？因為其實可能而家更多嘅 scheme 或者 funding 都係針對導演嘅。咁既然要求導演佢本身都係一個好好嘅編劇嘅話，咁其實如果淨係做編劇嘅人，佢係咪佢嘅生存空間係咪會受到一定嘅壓榨咁樣咧？我想問。我接觸到蔡潔同埋祝子燕咧，佢哋除咗係自編自導係佔優，因為起碼嗰個 idea 佢自己好清楚。雖然可能未有完整嘅劇本，咁但係可能譬如一個故事大綱，加埋戲裏邊幾個人物小傳，都可以係變到吸引人嘅文字嘅話，我作為監製，我又未必需要話我要睇到你完整劇本嘅，因為你可能有一個好好嘅 idea 嚇，已經有人物喺裏邊啦，甚至有意熟嘅演員啦，咁我覺得個雛形喺呢度嘅時候，咁我會作為我願意走入你個 project 幫你手做監製嘅時候，我分分鐘參與劇本嘅討論添，即係甚至我覺得，譬如我熟悉一啲編劇。導演諗住自己寫嘅，咁我會建議話，我覺得呢位編劇我介紹你識啊。佢對於呢種題材或者呢種背景嘅劇本咧，係喐下幫到手㗎。即係你唔好自己一定一個人寫，你哪怕你寫咗初稿出嚟，你介唔介意我睇之餘，我亦都交俾另外一位熟練嘅編劇朋友睇，佢可以分分鐘俾到意見你㗎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一種融合嚟嘅，我唔覺得即係話壓榨咗一啲編劇嗰個生存空間咯嚇。我覺得我分分鐘而家我喺城大教第6年啦，好多而家年青人佢譬如話諗住有機會做導演嘅話，佢都係諗住自己編劇㗎嚇。咁不過我當然佢如果自己編劇又講緊自己覺得好感動嘅故仔嘅時候，我會掟剛才嗰8個字俾佢啦，既遠且近，既近且遠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唔覺得我壓榨緊對編劇，即係諗住做編劇嘅朋友有壓榨咯。答唔答到你問題啊？
OK，关得好，这个老师好。你好。我想提问的是，就是您作为监制，大概会在什么时间参与到？我当然是说新导演的这样一个情况，就在后期的时候，在后期剪辑的这个阶段，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到，或者说给这个剪辑提出意见？比如说新导演肯定会觉得，哎，关老师您很资深，那他在剪辑的时候他会考虑您的这个意见。你会希望这个新导演首先是他自己来剪辑，还是跟一个剪辑指导来共同工作？然后在最后面的时候，你会不会对剪辑提出一些你觉得哪儿不太好，或者觉得哪些地方可能说，哎，这里你如果这么弄的话，可能不太行，就是那个可能这个意见会比较强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想之前您合作的几位新人导演有没有这样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用普通话回答你，还是广东话都可以啊。OK， 我做监制啊，很多时候除了在剧本阶段给他意见以外，给导演意见以外，其实我都会愿意建议一些我觉得我合作过，或者我知道某些位置上工作人员就是幕后的班底啊。举例张淑平，我会建议说，哎，你要不要考虑张淑平来帮你做美术顾问？你可以用你自己的班底合作，比如说你之前拍过短片，有一些摄影啊、美术啊班底。那比如说，你愿不愿意认识张淑平，看看张淑平看完你的剧本或者idea 以后，他愿意来做一个美术，包括对演员造型的顾问，整个空间场景设计的顾问，当然包括剪接。张淑平已经不光是美术出名了哈，刚才我也说过，他这几年帮很多年轻导演做定剪，所以我不是说我硬要塞张淑平过来帮你做定剪、做剪接，你可以先剪一个版本，但愿不愿意给淑平老师跟你一起看看，我参与一起看看，在旁边提意见，甚至张淑平可以亲自动手帮你做一个定剪。那这个，除非那个导演说，哦，我不用，我自己有一个我非常信任，我觉得非常合作非常好的剪接师帮我，那我还是会尊重导演的，但是我会做一个建议。但愿人长久是这样，叔叔，那个 Ray Young 那个电影，还有很多电影，张淑平都愿意来帮忙，包括有一些我认识的摄影师朋友也一样，他们非常愿意帮年轻的导演。那我觉得有些时候拍戏不光是你导演一个或者有个好剧本力量就足够了，创作拍个电影，我觉得重点是你怎么融合一个好的团队，大家有共同的想法，去挖掘一些更有趣的东西在你电影里面呈现。所以我做剪辑不光是跟导演讨论剧本，整个班底、整个幕前幕后的班底的组合，我都愿意提意见。假设那个导演接受的话。导演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对于一个新人导演，他的目的是拍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片的话，那他前期是更应该更侧重在他那个剧本的创投上，还是说我把我这个长片的拍出一个短片来，然后因为这个短片它的资金预算可能会更低一些，然后我用这个短片再去搏我的长片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首先我回答那个短片的载体跟剧情片长片蛮不一样的那我觉得不管结构或者人物的那个描写，我觉得长片的空间当然比短片，不是说短片不行，短片也有好的人物处理，但我觉得你比如说因为资金的问题，我们硬要把一个长篇的剧本是吧变成一个短片来拍是吗？
是不是這個意思？那你的意思是把長片變成一個用短片集中了它裡面最重要的一些內容，或者用短片來呈現，是嗎？我比較不建議這樣去處理。我覺得短片的處理思考啊，對場景的選擇，對人物的不同階段的，哪怕你只有20分鐘、15分鐘，那個跟長片的處理不太一樣啊。就剛才我說的長片是不是應該有留白的空間？那長片好像那個長度啊，那個空間能讓你去處理有留白的，讓觀眾去感受的機會比短片要大一點啊。我比較不建議你說因為資金的問題硬要把一個長片的劇本變成一個短片來處理啊。那倒不如我建議你就乾脆短片的資金少一點，你就真的好好想一個合適用短片呈現的方式的劇本來考慮。你好，關導演。我一個問題咧，正話你講過咧，就係呢個大環境嘅改變啦。而家嗰個籌集嘅資金係比較困難啊。咁我想知道咧，而家係喺你個角度咧，作為作為一個監製，如果有個劇本過嚟，你係考慮啲乜嘢？你係考慮去賺唔賺到錢啦，抑或佢即係一上嗰陣時有冇觀眾啊，或者點？咁而從而你有冇去以呢個目標？譬如我真係要賺錢嘅，咁你會唔會鼓勵一啲新導演改動一下佢嘅劇本，即係調節一下，令到呢個 project 係一個 profitable 嘅事情咯？就或者你見到一個新嘅劇本，佢會好好喎，但係未必賣得嘅喎，但係唔緊要啦，我揾啲有心人去支持啦。咁究竟係而家係究竟應該做啲乜嘢？我真係想多啲人入場嘅片咧，或呢個新導演一班新導演，佢可能去即係佢自己個理想就係將佢自己嘅好嘅劇本呈現，咁就哪怕係唔賺錢或者 break even 咁啊，即係我想了解下嚇。我通常接觸啲年輕導演，我中意佢劇本行先，或者中意佢嘅構思一定係行先嘅。我自己做導演開始啦，嗰陣時我剛才講我好感恩撞到80年代初80年代中嗰個真係電影黃金時代啦，香港電影黃金時代啦。咁亦都資源好豐富嗰陣時嚇，我好快就俾嘉禾公司變咗我係簽約導演咁樣。咁但係對我嚟講，我做監製咧，我唔會睇佢嘅劇本，或者睇完之後，我會站在一個投資人嘅角度話：會唔會賺錢啊？票房會唔會好咧？嚇！我調翻轉頭會覺得嗰個預算，我要唔要幫佢爭取多少少？因為我覺得佢而家得到嘅預算唔夠拍，唔夠錢拍。咁我呢樣嘢其實都係為咗個戲嘅質量行先。嗰個質量對嘅考慮咧，我唔會係帶住話商業上會唔會賣錢，票房會唔會得。我調翻轉頭話，如果你有嗰個質量喺度咧，唔單止向香港俾人睇到，仲有機會去一啲唔同地方嘅影展啊。譬如我自己過去4部戲，最近舊年法國嘅發行商 4K 修復咗之後，試響歐洲不同各地方嘅電影院再上一次，之後再出咗一個 4K 修復版我4套電影《地下情》、胭脂扣、阮玲玉同藍宇嘅 box set。咁呢樣嘢
佢能夠再響電影院放或者出 box set 嘅收入，某個程度都係會有部分會回饋翻俾嗰呢幾部戲嘅投資者噶嘛。咁我會鼓勵，譬如話鼓勵啲投資人開闊啲個角度，唔好淨係諗香港嘅票房，唔好淨係諗香港嘅收益係點，放大啲。如果站響我能夠同導演一齊說服到呢個投資人係，譬如我跟住下一部戲都係同志題材嘅，竟然吸引到一個大陸嘅投資人，你藍宇都冇響大陸上啦，結果你都唔使蝕錢啦，因為你去到遠啲嘅地方。咁因為我自己過去嘅經驗係咁啊，我願意將呢個經驗同啲年青導演分享咯，唔好太着眼響個票房。香港觀眾中意睇啲乜，唔係咁拍戲嘅，我覺得。question 就係正話你都係要顧及票房，但係唔係淨係香港票房嘅意思，都係唔好蝕本啦，係咪？唔係，即係我覺得係首先考慮個質量先。即係如果你太譬如話，咁你考慮票房，你覺得譬如香港嘅觀眾嘅口味係咪一定同日本或者韓國嘅你照顧得幾多咧？我覺得係本身套戲嘅 quality， 你講個古仔動唔動人，各樣嘢人物處理得好唔好？如果人物處理得好嘅時候，香港觀眾覺得呢個人物成立，你分分鐘去到唔同地方，因為人類有一隻共通性或者宇宙性嘅即係我作為香港觀眾，俾你呢個人物感動到，我相信同樣都有機會感動到韓國觀眾、日本觀眾、歐洲嘅觀眾咁咯。所以我覺得我會呢樣嘢嚟到提醒或者鼓勵啲年青創作者先。答到你問題啊？Hi, Director Kwan. I'm going to use English to ask my question, if that's okay. There was something you mentioned about it's not to be too personal with the story that you want to tell and maintaining objectivity. And I found that really interesting because I guess that's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the way I like to approach like my scripts. And I recently watched a film, like a recent Hong Kong film that was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a man that featured like a female immigrant prostitute in quite a like unflattering and I guess very like not the best portrayal that I felt. Like I felt it wasn't the best portrayal of such a sensitive topic. And I've noticed, I guess, a little bit of a trend with female characters being written by a lot of male screenwriters in the same way. And I was wondering how you kind of, I guess, navigate that line between where sometimes maybe that lack of personal connection leads to the portrayal seeming overly dramatized or maybe even insensitive, especially when dealing with a subject matter that's more serious. And I'd like to also follow this up with a second question is that having spoken to both female and male directors working in Hong Kong, like new up-and-coming talent, they've both expressed that a majority of the spaces that afford grants and funding, there's a lot of, I guess it's definitely a ratio of slightly more men to women being of their stories and they're getting these opportunities. Do you have any, I guess, advice specifically for female scriptwriters, female directors, and how you kind of foresee the future of the Hong Kong industry in regards to more opportunities for women in directorial seats? Yeah. 可以用返廣東話答，但係我廣東話唔夠好問。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咧，我覺得好多時候
創作者，我點解話既遠且近，有翻既遠且近，既近且遠嗰樣嘢咧？正正就係你講第一個問題提到，好多時候我哋大咗一啲，譬如話男仔，就好似好多時候離唔開用男仔嘅思考去諗一個古仔，諗一個人物啦。特別係面對一啲女性角色嘅時候，咁你可以話關鵬，咁點解你寫女性角色又咩咧？咁呢樣嘢同我自己個 sexuality 梗係好有關係啦。好多時候我會用一個女性嘅角度去睇一啲嘢，咁係咪有幫助到我自己去處理或者同編劇去討論一個女性角色咧？我成日都話我喺我媽媽身上，我爸爸喺我好細個嘅時候就過身啦，死啦嚇！我14歲，但係你睇到我媽媽某個程度，唔單止係媽媽，佢喺嗰個階段做埋爸爸，佢日頭一份工作，夜晚一份工作，我冇見過佢滴一滴眼淚嚇。咁所以我覺得好多時候，即係我自己覺得創作者好多時候，除咗個人一啲感受之外咧，observation 係好緊要嘅嘢嚟㗎。即係我譬如試過喺一間餐廳，我一個人去食飯，見到隔離有個中老年嘅女士，叫咗碟餸，叫咗碗飯，扒兩啖飯，夾兩住菜之後，佢就停咗喺度，淨係望住餐廳嘅電視，冇人陪佢喎，一個人。咁後尾我嗰間餐廳我熟嘅，我問個部長個經理，我點解個太太咁？佢就住喺附近嘅咋，佢有仔有女㗎，但係佢啲仔女唔會，從來冇見過啲仔女陪個媽媽嚟食飯。咁樣對我嚟講，其實絕對可以係寫一個由咁樣嚟咁嘅場面出發，寫呢個女人面對佢啲仔女嘅一個故仔啊！所以我覺得 observation 係好緊要咯。除咗你自己話我貼身嘅故仔，嗰個 observation 某個程度亦都係相應係將你自己有啲嘢有翻個 distance 去睇，客觀去睇一樣嘢。好，第二個再重複下第二個問題啊。女性導演嘅空間，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如果係一個女性導演嘅女人，我係一個女人嘅話咧，我又覺得我未必係話淨係拍女人戲咯嚇。我覺得調翻轉頭，我記得我拍中國電影100週年男生女相嘅時候咧，我訪問到陳凱歌導演咧，佢覺得創作者無論你編劇好導演好咧，都應該係雌雄同體。你可以當自己係男人，你可以係男兒身，但係女兒心。但係調翻轉頭，你係女性嘅身體，但係你可能個思考上邊好多嘢，你更比男性諗嘅嘢更加強，更加有力量都得㗎。雌雄同體嗰樣嘢，我覺得呢句説話好對陳凱歌講完，我覺得自己好啱聽。答唔答到你問題？I think the second question is a little different from what I had asked. Essentially, I was just, I feel that maybe currently in the grants and funding landscape, there'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men than there are women. And, I've spoken to someone who where a majority of the people who are awarded a certain grant are more men than there are women. And just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industry, considering these circumstances? 如果我有份參與做監製嘅戲嘅話咧，我會鼓勵投資人嘅考慮，唔好因為個導演係女性而咩嘅，因為我會覺得好多時候我響一啲女導演或者女編劇，甚至我一啲女性朋友，佢未必做電影嘅人咧，佢裏邊嗰個韌度啊，嗰個力量咧，我見到嘅
分分鐘比好多男性要強嘅嚇，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啲投資人考慮啊女導演啊，唔好啦，我不如考慮翻嗰個男導演啦，我唔會咁樣去鼓勵啲投資人咯。即係我覺得唔可以睇佢個性別去決定咩，你應該作為投資人，我覺得首先你願意投資一個導演嘅時候，你要明白個導演多啲，起碼真係去了解呢個導演多啲，唔同性別冇關係嘅，我覺得。關導演你好，我實在很佩服你們這一代的電影人，很多人有的從7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一直幹到今天，然後你們的創作力都那個源源不斷，而且留下很多經典的作品，而且就是說也被後代在修復，然後在全世界放映。那我有個問題就是說，現在的新導演拍電影這麼難，可是他們往往好不容易拍了一部作品之後呢，然後就很難再拍第二部。那有時候我們都看他們的電影，也發現他們少了你們那年代人拍的這個那個魅力跟經典。所以他們拍的電影即使放過之後呢，也很快就被遺忘。那你有沒有觀察到這一點是為什麼呢？可以給新一代的導演一些建議。我覺得我首先要鼓勵，就是雖然80、90年代的確那個大環境啊，很多時候是那些導演啊，是被逼着要去拍戲了。你剛剛拍完這一部，老闆已經說：“哎，阿關，你馬上應該籌備下一部。”那個大環境是不一樣。但我覺得從個人的觀點出發，我現在在城市大學教書，我常常問：“哎，你來讀那個編劇啊，或者導演，那以後有沒有想過要在電影圈發展啊，找工作？”他們都不考慮。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覺得連收入都搞不好，不穩定。的確是啊，今年香港到目前為止好像只拍了2部還是3部電影，跟80、90年代那個時候動輒可能一年是200多部，挨近300部，年產哦。但是我覺得創作者不應該就是只顧收入，你可以用別的方法讓自己糊口，賺點錢吃飯。但我覺得你愛電影，能做在電影上面呈現你所感受到的東西，那個是你不能說我要放棄不寫劇本了，不做導演了。那個心一定要在的，所以我覺得我幸運，但現在的年輕導演碰到的大環境不一樣，但是我會鼓勵他們，就算融資不容易，但是先想劇本了，先想人物啊，那個創作的力量讓你自己一直保存着，那個是很重要的事。好，所以我覺得難度高了，找資金難度高了，但是像我剛才講，我一點不擔心朱子嫣導演下一個劇本，他甚至比單人人長久好啊。但你有好的劇本，最起碼可以稍稍讓你放心，找資金的機會比較大了啊。所以我覺得不應該停下來了。我覺得我從我做副導演開始，雖然沒想過做導演，後來有機會我那個時候沒有機會做導演的時候，我覺得我是不停接那個副導演的工作，那個力量是很多時候是從工作上找到的
這個很重要，我覺得創作也是一樣，也不要停下來，不要思考，哎呀，我沒飯吃了，沒飯吃可以吃個麵包啊，也可以抵抵肚子吧。好，回答到你問題嗎？還有第二個問題就是說，為什麼那個新的導演他們就少了你們那一代人電影的那種魅力啊？所以說他們拍的電影啊，就是說有時候上映完之後，不管票房怎樣，就很難就被觀眾就是說追像追星一樣。但是其實這個問題也問問大家。問問很多年輕的朋友，我願意反過來問，你們有多少時間願意花錢花時間去電影院看電影了？我問我的學生，一個禮拜會不會看一個電影？很少，看手機啊 TikTok 啊 YouTube 啊，時間短嘛，10來20分鐘不好看，換個別的。他們覺得花差不多100塊錢，花2個小時在電影院，那個電影不好看怎麼辦啊？我的學生問我說：“電影一定要好看的嗎？不好看的電影你也可以提出問題，說為什麼他這樣子處理？為什麼把這個人物寫成這樣子？觀影我覺得不見得是你篤定這個電影一定好看去看才去看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我覺得投資的大環境改變了，我覺得觀眾願意買票進電影院看電影也改變了。我們那個時候你看看有4點場，有午夜場，都擠滿，大堂都擠滿人等候入場，先睹為快啊，爭着去電影院看戲的啊，現在我覺得有些時候我跑到電影院看，很少年輕觀眾了，啊，看幾部電影都是很少年輕觀眾，而且很多時候越年輕的觀眾看電影不專心看電影的，看手機啦，講電話啦，這個不是一個觀眾應該這樣子在電影院對待一部電影的。關導演，我深刻感受你正係講嗰個番説話啊！咁我就長者啊，我睇早場多人，點解咧？就係因為平。喺業界咧，有冇諗過一個辦？有冇諗方法？可能呢個岔開個話題，係即係話增加觀眾入場，可唔可以減價？100蚊一張飛2個鐘頭，可能唔係好想入場，但係50蚊張飛，可能好多人願意入場。即係有冇業界有冇聽到一啲點樣去做一啲工作？有啊，我一個好朋友高仙電影院個老闆，佢亦都有一間高仙電影公司啊，曾麗芬 Winnie 曾。佢而家其實唔單止係票價嘅問題，包括你排片，你排啲咩電影嘅戲。高仙電影院好少排荷里活啲大型嗰啲戲㗎，即係大商業片。好多時候佢慢慢儲到一班固定嘅觀眾，專係去高仙堅尼地城高仙電影院睇戲，係因為佢排嘅片嘅質量個可觀性係吸引到一班固定嘅觀眾群嘅。好多人係真係睇下高仙排乜嘢電影啊，去選擇分分鐘住響北角嘅都走到去高仙睇嘅啊。咁高仙亦都有票價優惠啦。而家佢做緊嘅夜晚7點前，全部啲票價有優惠嘅，亦都係鼓勵一啲中意睇電影嘅人咯。另外一個就係江志強啊，Bill Kong 嚇。
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咯。譬如11，你睇下場場爆嘅喎，楊德昌導演嘅11，佢相對咪又係都係培養咗一班固定嘅觀眾。我睇戲就飛去百老匯電影中心不可啦。關導你好啊，我想問咧，因為我哋創作嘅時候咧，會吸收咗好多理論嘅，即係尤其係學習電影。咁我就諗緊，即係如果我哋去自己去構思嘅時候咧，要點樣睇我哋同呢一啲理論嘅關係啊？即係會唔會係我哋去反省自身或者去構思自己嘅時候咧，都會去諗一啲譬如話劇本架構啊，或者係一啲比較工具書嘅一啲 knowledge 咧？即係你點樣去睇呢一種互相學習或者係互相幫助嘅關係？唔該晒。我自己，哪怕我喺浸會讀過傳理或者但係其實我細個睇好多電影啦。喺砵蘭街嗰陣時，電影中心仲係喺2樓咁細個租咗一個單位，咁就我哋細個咧就係用佢哋係用錄影帶放一啲所謂經典電影啦嚇。即係譬如法國電影新浪潮啊、法斯賓達嘅戲啊、小津安二郎嘅戲啊、以前費穆嘅小城之春啊嗰啲等等，我都係細個電視喺電影中心睇嘅。咁但係你話喺嗰陣時開始，我冇接觸一啲文字有關講緊法國電影新浪潮啊，或者去講述法斯賓達導演啊、小津安二郎嘅導演咧。我覺得我都會去睇嗰啲書嘅，但係問題我唔會將即係如果佢文字裏邊分析，用理論去分析小津安二郎導演點解咁拍戲咧，我係個興趣唔係最大嘅，反為佢文字裏邊提話佢點解咁樣用固定嘅鏡頭，個鏡頭唔移動嘅，嚇冇 zoom in zoom out 嘅，但係佢無論東京物語好、晚春好等等，點解啲人物喺個家庭關係裏邊啲人物寫得咁好睇嘅咧？咁某個程度呢樣嘢培植咗我，到後尾做導演嘅時候，我關注人物嗰個重要性嚇，即係仲有個空間嘅描寫係點樣？咁睇完嗰啲文字咧，我唔係用理論去判斷，再睇一次東京物語，我用理論去分析小津嘅電影，我反為係更加 focus 上，更加願意聽嗰兩個人物嘅互動嘅對話，佢表達緊啲乜嘢，或者留白咗啲乜嘢俾我去思考呢個父女關係咧。咁呢樣嘢，我覺得實際去觀察、去感受多過我去吸收話用理論去判斷小津嘅電影，理論去判斷法斯賓達嘅電影，或者用理論去思考我跟住落嚟嘅劇本係點咁咯。你好，關導演。我想問一問呢個問題，因為我開始 notice 有啲 pattern 咧，好多 small budget 嘅 film 同埋或者呢啲 grand 嘅 award winner 通常拍嘅電影都係關於家庭糾紛或者社會嘅問題。呢啲 topic 即係其實都好多時係喺呢啲劇本或者電影入邊講啦，或者近排上嘅電影都係好多時呢啲係個 storyline 咁樣。我想問我哋點樣可以 create 多啲 space 或者 create 多啲 room 去俾一啲導演係可能偏向其他 genre 或者其他古仔嘅係咯，佢哋嘅 thinking and like creations。我其實身邊好多朋友咧，都係做電影嘅，咁有好幾位都已經喺台灣生活緊啦，有啲去咗加拿大啊咁。咁有朋友問我阿關鵬，你會唔會走啊？特別我好幾位朋友咧，唔係因為 Covid 啦，係國安法一頒布咗之後就走啦，離開香港啦。咁我朋友問我，有朋友問我阿關，你會唔會
走㗎？咁我話我唔會走嘅。我覺得離開咗香港，我拍唔到戲，哪怕我繼唔繼續拍戲好，或者做監製好，我願意留喺呢個地方，因為呢個地方帶俾我好多感受。如果講起地下情咁，某個程度，我86年拍地下情嘅，84年係中英草簽咗，決定香港要交翻俾大陸97年。咁你話我地下情係講幾個人物嘅關係，講浪費生命。咁但係同即係繼續有一隻好糜爛嘅感受，好似對大環境啊嗰樣嘢，我覺得唔多唔少同我哋嗰個年代嘅香港人感受。其實中英草簽之後，香港係第一波移民潮出現㗎。咁你話好啦，到越快樂越墮落。96年寫嘅劇本，97年就回歸咯。寫有冇你話響其中一個角色揾自己個 sexuality 嗰個 identity 嗰樣嘢上邊，有冇一啲決定猶豫不決呢？包括邱淑貞男女主角嘅婚姻關係，到最後。曾志偉同陳錦鴻開車經過青馬大橋嘅時候，出現電影嘅用咗嚟做電影嘅主題曲，係王菲嘅《暗湧》，不過請黃耀明翻唱。96年寫劇本嘅時候，突然間因為97年要回歸啊，突然間香港變咗全世界嘅焦點啊！嗰個都係一種對地方嗰個感受，咁但係你話越快樂越墮落，係咪又另外一種 genre？ 佢好同胭脂扣好唔一樣呢？係，咁但係問題對地方嘅情感嗰個失落感或者猶豫，對將來睇唔到好一個好清楚嘅畫面，嗰樣嘢喺套戲裏邊出現咗嘅。咁所以我覺得選擇個電影嘅類型係一件事，但係我覺得創作者特別，我話我唔會離開香港嘅，只要我仲可以有一日做緊電影嘅嘢，無論導演又好監製又好，我都唔願意離開香港呢個地方。等於今年金棕櫚得獎嗰個伊朗導演，佢受政權打壓啦啩，坐晒監啦。咁但係你話佢要唔要離開伊朗唔拍戲咧？佢唔願意咯，佢繼續喺伊朗拍戲。佢係冇坐過監嘅，冇坐過監。sorry， 我記錯咗另外一個導演。所以我覺得 genre 類型嗰樣嘢係你有感而發，但係我覺得身處嗰個地方對身處地方嗰個情感都係好緊要嘅嘢咯。講我哋最後一個問題，關導演你好，我想問下咧，而家大家都知道融資困難啦，我想問下導演有陣時係創作人啦，面對投資者或者喺個過程入邊有冇啲提議或者一啲提醒俾一啲導演點樣可以容易啲找緊個機會，或者點樣可以避免一啲問題咧？即係攞到投資者嘅資金，或者喺個合作入邊。剛才我提過，即係我哋80、90年代好彩，即係好老實講，10隻手指數唔晒嘅，有叫座力嘅演員，有出色嘅演員，有表演好好嘅演員，甚至歌手變咗演員，梅艷芳啊、張國榮就係好好例子啦。但係今日如果我想問你啦，胭脂扣再拍一次嘅話，你覺得邊個可以做如花同12少呢？
啊？呢個問題好唔容易。調翻轉頭，可能如果以投資者角度嚟講，可能睇下佢有冇一啲推緊嘅人，可能睇下可唔可以合作到。即係如果我係一個要一件事要成到嘅話，第二就係話喺我心目中有冇一啲我唔想即係我唔夠膽講一個名出嚟啦。即係可能我自己心目中有冇啲我欣賞嘅藝人係有潛力嘅，或者而家已經係成咗名，而佢哋係有興趣去做嘅，合作到嘅。咁睇下可唔可以雙方可以都覺得，咦呢件事係成喎，或者件事都可以聽落去有吸引力喎，係啦。咁可唔可以呢個走到一個出路咯？如果我思考係咁咯，反而我唔係咁，可能我依刻我未必咁話一定要咬死，一定係邊個演員可能所以我覺得我受惠於80、90年代，無論做副導演或者啱啱已經開始做導演嘅時候，嗰個大環境咧，令到我哋面對投資人嘅時候，我哋除咗對自己個劇本、角色、人物有一定嘅把握，你點樣去 present 係好緊要。即係所以而家我喺城大教書啦，我要無論編劇班嘅同學同埋導演班嘅同學要有 pitching 堂啊，即係做 presentation， 你用你嘅畫面嗰個顏色，你想套戲係咩顏色嘅？個空間嘅感覺係點？人物嘅狀態係點？你要做 presentation 去說服你個教師，或者無論首部劇情片好創意香港，你都要每個參賽者都要面對幾輪嘅評審嘅。咁即係換句説話講，你作為一個導演去揾投資人嘅時候，等於面對投資人做一次 pitching， 做一次你好嘅 presentation， 包括人物演員嘅選擇啦。你個班底會屬意，譬如話我揾到一個好出名嘅美術指導，喺顏色上邊我點樣控制嗰個畫面嘅感覺同埋個空間嘅處理，呢啲都係我如果假設我係投資人嘅時候，我要明白個導演到底想搞部咩戲啊？除咗演員心有所屬啦，係邊個？美術嘅班底係邊個？我願意。我知道你提呢個美術師，我睇過佢做幫第二個導演做嘅戲啊！你講呢個內容，我又估到佢應該處理得好好嘅。咁呢啲所有咁嘅元素，都係有幫助一個導演去面對投資人嘅時候，說服到一步一步說服到投資人投資嘅理由嚟㗎。咁就係咪時間差唔多啦？咁就好多謝大家，特別多謝關導演。多謝大家，多謝。